大家好，我係 Carl 鄭家柏，我係中電源動集團嘅建造技術員。未正式加入建造行業之前，我都體驗過一啲建造行業嘅工作，先知道原來做工程係咁有規模同系統性，令到我決心要學到一門專業技能。完成咗學院嘅課程之後，我更加明確咁揾到自己嘅目標，同時更加渴望喺建造行業發展自己嘅事業。我依家係中電源動嘅行李運輸帶維修團隊嘅成員，日常主要工作喺機場行李大堂，負責快速行李帶系統嘅維護工程，當中仲要處理一啲突發情況，包括緊急更換摩打芯、處理防火閘電路上嘅 bypass， 甚至要即時安排行李分路。我哋團隊要分秒必爭，喺最安全嘅情況下完成緊急維修工作。我認為擁有工匠精神係要保持對工作嘅熱誠，不斷追求突破。我日常工作上接觸到嘅機械設備，都係要經過精密嘅計算同調校，專注每一個細節都要做到最好。作為一個學徒，我會捉緊任何一個機會去學習新知識。為咗跟上建造業新科技嘅發展，我哋團隊都有用到 Smart Sensor 同 3D Printer 去提高工程效率，營造更安全嘅工作環境。我希望可以帶動到身邊嘅同事一齊做到精益求精、敬業樂業。阿柏係一個對工作充滿熱誠、勤力好學嘅年輕人。今次佢獲頒傑出學徒呢個獎項，對佢嚟講係一個肯定，亦都見證咗公司對人才培訓方面嘅成效。我希望阿柏繼續靈活運用自己嘅專業知識，帶動團隊追求卓越，成為學徒嘅榜樣，創造更加多嘅成就。每次我交俾阿柏嘅任務，佢都可以超越預期目標去完成工作。佢嘅幹勁同埋能力，成功提升咗成個團隊嘅士氣。作為 team leader，我好開心可以見到大家相處融洽，一齊向住同一個目標奮鬥。我最想多謝公司提名我參加選舉，能夠獲獎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舞。我會喺工作中繼續累積實踐經驗，令到我可以喺建造業穩步發展。我仲會繼續加強自己對機械同電力系統嘅知識，期望盡快考到電牌資格。之後我會報讀唔同嘅專業培訓課程，透過不斷增值自己，去提高喺行業內嘅競爭力，為未來嘅職業發展鋪路。立志要成為一名專業嘅工匠。